呀比，大家好，是我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候了。今天徐薇老师要教大家用客家话赶人家，叫他快一点。怎么说？第一句话，快点快点，要来不及了，跟我念哦。家噶，我付唔到诶，家噶，我付唔到诶。vai 就是会，付唔到就是赶不到、来不及的意思。家噶，我付唔到诶，我付唔出嘞。或者你可以说快一点哦，不然我不等你咯。家噶，冇爱冇爱等咯，冇爱冇爱等咯。再来一次，冇爱冇爱等咯，这就是不然我不要等你咯。冇爱就是不要的意思，等就是等的意思。或者你可以说快点啦，要不然会赶不上公车。呀噶，冇会付唔到公车，冇会付唔到火车，冇会付唔到飞扬机，飞扬机。飞扬机就是飞机的意思。快点啦，人家等很久了嘞。呀噶，人家等东西为呢，等就是等的意思哦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啊，对了，我们用客家话唱这首歌好不好？你弟应该在等你吗？哎呀，好棒哦！再来一次，你弟应该在等你吗？哎，等你弟就是你知道吗 ？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徐伟老师要介绍一个很有趣的客家俗话哦，叫做三个和尚呢就没水喝了，因为人多手杂嘛。客家话是这样讲的哦。三只和尚的没水色，再来一次哦。三只和尚的没水色，三个就是三只和尚的。和尚诶，就是和尚的意思。三只和尚诶，没水食，食就是吃。三个和尚没水喝哦。三只和尚诶，没水食。然后呢，英文啊有一句话很类似，那就是太多的厨师一起来做锅汤啊，意见很多呢。什么料加太多，一锅汤就被搞砸咯，叫做 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soup. 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soup. Cook 就是厨师的意思 ，spoil 搞砸掉了 ，soup 就是那一锅汤哦。所以 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soup。哎，刚好跟我们客家话说的“三只和尚的没水食”是一样的意思哦。好，今天徐薇老师就教到这个地方喽，还教了一首客家翻译的歌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复习一下喽，嘴巴借我哟，跟着我念哦。客家噶，我付唔到诶。客家噶，我付唔到诶。客家冇爱冇爱等咯，冇爱冇爱等咯。客家冇爱付唔到公车，公车。客家冇爱付唔到火车，火车。客家冇爱付唔到飞扬机，飞机。还有呢，三只和尚的没水食 ，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soup。我是徐薇老师，安子 say 再见。